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北部有民众找民间业者倒拖车疏防乌白化价来抢劫，台中市的小保官早起稽查业者，也毋过找无人。台积电今仔估计冲破2000块，收盘起到2015块，台股大起712点，是史上起第8座的一日。新地的地档有民众和本色车后车头弹起来，弄到送病院。高雄的大寮有人食倒塞车，弄断电火条，附近300外户熄灯。来看双北市个桃园最近小连续传出讲有汽机车拖吊费用悬甲惊人的争议。伫过年初2有民众的车伫新北市乌来吊车，请人来拖，竟然讲要10万块。伫初6桃园有民众要拖乌多摆，嘛要5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批评讲，这哪会抢劫，要求得爱查办。新北市的交通局嘛表示讲，已经有甲5都的交通局、各发展局的小保官来讨论管理的机制，会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未来会以定型化的契约来规范，袂互业者乌白化价。双北甲桃园最近接连续传出贵33的拖吊费争议，初2新北乌来10公里拖吊费就要收10万块，初6桃园2公里乌多摆拖吊嘛，互共一间业者开5万块，要共的案件是接连续来发生。那个都不是这样算的，那个都一般都是市区的话，它就有一个行情啦，不会去找那种网络，都会直接去找蛇息的保养厂的，这个很不合理啊！你怎么拖车要10万？开玩笑，对啊，那个诈骗集团的。有民意代表认为，部分业者疑似用数位行销独占市场，甲关键字的广告用拖车、道路救援等等网络敲诈字拢包起来，掌握网络流量。等待民众联络了后，再个以夜间加钱、落户出勤费等等的名来贴价，行为未属实诈欺。呼吁地方政府得要赶紧建立明确的费率还有管理制度。我认为这就是趁火打劫，只是法务局和交通局以最短的时间研拟相关的作业指引，在辖管的道路救援拖吊业者必须清楚揭露相关收费的内容。新北市交通局已经跟5都直辖市交通局和法制局消法官共同研商各地管理机制，我们后续也会完整收集各方意见，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因为常常有下高速公路甲快速道路，还佫有下管市拖吊行为，所以会甲中央建议定统一定型化契约标准。台北市消保官嘛提醒讲，民众若是拄到业者乌白化价，卖当拒绝交易；若感觉起哄诈欺，卖当主张契约无成立。提醒消费者于车辆拖吊前，应详细询问业者费用计算方式，并妥善保存业者报价或对话记录等资讯。倘若发生消费争议，可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消保官建议，消费者伫咧交易进前，都要甲业者的名、收费项目、算钱标准等等的资讯拢看好清楚，避免选择资讯无清楚，也是收费标准无合理的业者。若是伫咧国道也是快速公路吊车，卖当参考选择交通部公路局网站公布的特约拖救业者，还佫有统一费率表，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的5月哦，代替伫车顶捡到史上上大笔的现金，一个越南姓吴的查甫人，甲藏400万台票现金的袋仔，袂记只是代替的区间车的顶头。检警嘛发现讲，这笔钱是台湾、越南两国地下钱庄的钱，检方已经起诉相关的人员。也毋过哦，这姓吴的越南人5月就出境了，嘛已经向法部通缉。越南这姓吴的查甫人，伫去年5月，甲400万留伫代替的区间车顶面，伊阵讲是落车袂记摕走，毋过碰见遮尔大条的现金嘛，外界感觉意外。后续检警介入调查，摕伊的手机去开户监视，接续分析金流。检警5月对到台南永康区一间越南小食店搜查，结果查出这是地下汇款的钱，共计包含越南籍以及本国籍共5人，接受在台越南籍人士委托进行地下汇兑，赚取汇差及收取手续费，汇兑次数总计至少924次，金额达新台币2亿3000余万元。碰见这400万是一个台湾的委托人委托开小食店，姓潘黎的查某人和姓吴的查甫人等，甲价值代表400万的越南盾先汇去越南国内银行的口座。姓吴的查甫人则去甲委托人收现金代表400万，要摕转去小食店交潘黎时，不过无说利息留伫代替车顶，代志才会意外出破。
汇率的话，如果从银行体系汇出，台币转成美金，美金到他们国家再转成他们国家的币值，所以说会两边都会有汇差。再来一个时间比较久，还有就是手续费比较高，你汇多少钱到哪个账户？所以这是没有骗移工的部分是会这样做。可是如果说居心叵测的钱收一收就只有跑掉了。那不管是台商或者是移工，如果有以这样子的方式进行汇兑，其实会让自己承担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地下汇兑厂商其实不跟一般的银行不一样，你交出去的钱有可能被 A 走。那第二个风险是，一旦这些厂商被检警寻获了，可能会索赔无门。后续检方依照违反银行法起诉小食店头家娘和台湾翁仔某等4个人。案后4岁查甫人伫5月中走路出境，予台南地检署发布通知，另外落去400万，因为是地下汇款的钱。检方依照刑法的规定，甲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主持3月将我进任C130运输机资深的飞行员江炳聪进任校长。总统嘛望讲将军未来会当来深化联合作战的效能。总统嘛提出国军未来的4大目标，望讲会当来兑现应变的能力，建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国军应持续迈向新训练、新思维、新装备、新科技等目标。并结合科技与制度创新，运用 AI 人工智慧与先进科技，加速建构不对称战力。毕竟兵役行政是国防战备基础，不论是1年期的义务役，或是替代役，如民防体系运作，必须由中央、地方整合资源。3月7日是兵役节，国防部长顾立雄甲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做伙出席兵役节庆祝大会。部长伫致辞时表示讲，兵役制度是咱国家安全国防振备的基础，伊正感谢每一个役政人员甲所有兵哥的奉献。再来看民进党的立委蔡其昌，昨接任党团的总调，昨下晡就进行总统要去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公开协商，也毋过嘛是阁无共识。有风声讲，国民党的总调部分期伫报告的形式无愿意退让。蔡其昌是讲，对方只是提出无共款的意见，也毋过伊甲院长韩国瑜是拢认为这恐惊危险，所以望讲大家阁相接，再阁继续来讨论。总统赖清德最近同意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邀请，要去国会做国情报告。二是韩院长主持调解协商，经过1半钟无共识，连工结果再讨论。协商的另外立委讲，主要是国民党的总调不分歧，对形式正坚持。跟我们提出来说，他希望分段，比如说先5个委员发言，发言完之后，再请总统第2次发言。然后再请5个委员发言，再请总统第3次发言、第4次发言这样的方式。那我跟韩院长共同的想法是，这个就是又进入那个违宪的状况。从在野党的角度，当然会希望发言机会多一些，这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我也要强调，协商本来就不是一次可以达成结论。那择期再商量，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冷静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3党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各党委员的发言人数是不是以552或者是662进行？那也无当场答应。但是蔡其昌讲并无破局，会搁再沟通。因为国情报告的总时间，韩国瑜建议2点钟，中也和总统休困，引起大家讨论。2个小时内，而且总统66岁了，你考虑他射护线，1个小时让他休息，中间要休息10分钟啊。韩式幽默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他是非常正向的，希望促成宪政史上第1次总统到国会的国情报告。除了表面的关心赖总统的射护线之外，其实要读出来的是韩院长的苦心。这都是其他的一些议题，化解总是我们朝野协商共同的想法。中央立委认为，算笑归算笑，重要问题是爱互赖总统会当顺利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和国家向前行，调解消除对立。记者综合报道。
因应台美关税政策台湾的扩大美国的投资，中油嘛按算讲2032年开始，要来买美国阿拉斯加的天然气，量上济是600万吨，是即摆的3倍。对美国进口天然气的比例，对10%增加到上济35%。也毋过，中油的董事长是表示讲，这案是个还未确定。它目前的开发商还在做一些实际上的一个评估，所以呢，我目前还没有收到它的所谓的 FEED 的资料。那美国的天然气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在于说它是从台湾的东边过来，所以东边过来的一个船只运输呢，它会去不会去面临像这个从西边来的 LNG 呢，它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干扰。董事长表示讲，去年进口的天然气是2310万吨哦，今年是需要2350万吨。目前主要是对卡达、澳洲进口，美国只占1成。嘛强调讲，为着要分散风险，阿拉斯加的天然气有航程较短，运输的过程无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这拢是优点。再来看最近真是惊做一款本地伫治疗糖尿病药仔来减肥。也毋过有眼科医师是讲，有一个62岁的病人，做这款减肥食了2个月了后，倒边的目睭熊熊出血，做3届的手术嘛是无法度来止血，就要清眉。医师嘛提醒讲，做这款减肥食会害血糖变化较真紧。若是糖尿病患者目睭无会较熬出血，所以一定爱找医师来评估。医师提出患者病房的相片，倒边的目睭出现青黄出血，用超音波扫过去，发现讲有血块伫玻璃窟仔内面。做手术了后，嘛是有出血的情形，甚至有大片的血块嵌伫感冒的内层。搁一摆手术了后，青黄嘛是继续在出血，感冒嘛肿起来，玻璃体内面嘛拢是血。对这医师表示讲，伊一问患者才发现讲，原来伊做这减肥食已经连续2个月啊。就是他血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来。5天之后，我们还是发现到他血还是又跑出来了。更麻烦的是，他后面这叫超音波啦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后面的血更多了？医师王启定表示讲，这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伊倒边的目睭进前都有情视网膜病变。在做减肥食了后，今年初倒边的目睭是熊熊，完全拢看无。回诊了后发现是出血拢无得停，就是已经伫要是青霉的状态。医师请医生莫阁做，但目前倒边的目睭敢若剩光感，等于是失去功能。其他医师是表示讲，减肥食主要是用伫第2型的糖尿病和大口的治疗，会当互人莫遐尼想要食，互胃排空的时间变慢，但是嘛会想要吐，出现一寡肠胃道的镜头这的副作用。糖尿病患者若想要使用，尤其要提高警觉。第一曾经有过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病人。第二，如果说使用前他的糖化血色素大于9到10以上。第三，如果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太快速。好的太快了，或者是第4，他曾经有过视网膜出血的过去时。医师阮春敏表示讲，减肥食敢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还是出血，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但是因为伊会降低糖化血色素，安尼就会连带造成视网膜肿起来出血。嘛，请民众伫使用进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这款减肥食因为有真侪出名的人煮了效果真好哦，伫全球是卖甲下叫。2024年就卖超过540亿的美金，品牌嘛愈来愈多，也毋过嘛传出袂少的副作用。今仔咱就要请吴欣为观众朋友来解剖长个时间的减肥食。那想要减肥有啥物爱特别注意的？咱即马甲现场交互吴欣。是主播减肥食若用唔到，恐惊会损害身体。小数就公布今年1月初1到2月20接到9件通报，哪像就是因为做减肥食有不良的反应，胃痛、无爽快、会腹肚痛、会吐甲老，也神经有状况，会头晕、会头痛，也若严重，甚至会唔知影人，也是讲你食物件出问题。好要做减肥食，一定要有医生专业评估。根据国际临床指引甲相关研究显示，讲伤过头大块会影响健康。BMI 超过30，也是讲 BMI 超过27有带病。第2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也是讲咧困的时阵会熊熊
无喘气，医生才会考虑做减肥车来甲病人治疗。真正毋是大人拢会使做。美国国家卫生院甲英国医药健康产品管理局都列出无适合使用的人，甲状腺喙齿癌病史都发生内分泌肿瘤综合症，毋好做减肥车，也是讲胃肠有严重的疾病，肝、腰子、腰鞘有镜头。有心生囝了后咧饲奶的妈妈，也阁有18岁以下、75岁以上的人，拢毋好做减肥车。减肥车主要是医生用来治疗伤过头大口的病人。小数的提醒啊，一般人想要瘦，毋好伫网络买减肥车，若买着假药啊，颠倒会愈害。营养师建议咱若要瘦，上好的方法就是困好饱眠，固定运动，加啉茶，莫食加工食品，才好健康，自然就会瘦。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咱甲时间交等后主播。感谢有希望，咱继续来关心新竹县的竹东有粪扫车哦，可能是压缩粪扫的时产生上大的压力，嘛有可能造成零件故障，后车道就熊熊弹起来，有民众去互后车道弄到受伤送病院。新竹县竹东顶拜下晡发生民众倒粪扫，摔着伤送家户病房的意外。民众伫粪扫车边准备等粪扫的时，粪扫车的后车道熊熊弹起来，弄到一个乌巴桑，伊当场倒了，头壳佮弄到涂骹，赶紧送病院急救。这太多的要压进去嘛，一压的时候，可能他阿婆就只走下去，然后他那个挂钩就断掉，就往回错，阿婆就往个点爆了啦。女性年约85岁，创伤患者。那患者家属表示为倒垃圾途中经后方铲斗下到，后脑勺着地，那后脑勺有约3公分的撕裂伤口。那本局救护人员现场止血包扎及心理支持后送中台大救治。倒粪扫刷倒甲送急救，面对民众质疑粪扫车无安全，竹东镇公所讲会去追查原因，会对受伤的人负起全部责任。机械确实是有出一些问题，就对了。对，是机械。可是基本上我们是有定期在做保养啦，那后续保险理赔部分，公所都会全力协助。其他的清洁队也提醒民众，倒粪扫时应该甲粪扫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千万袂当伤挖粪扫车的后车道，尤其是咧压缩粪扫的时，愈着爱注意，以确保安全。当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就是尽量倒完以后要赶快离开。然后第二个，不要太靠近这个围斗的地方，因为垃圾车是属于机械性的操作。那当它在操作，尤其是在压缩垃圾的时候，绝对要离开大概1公尺以上，最好2公尺哈。目前受伤的民众搁咧病院观察，早起已经转去一般的病房。电公所讲，刷落去会查出事故原因，检查粪扫车做相关的处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昨半暝伫高雄的大寮，有一台轿车伫路面撇来撇去，去拄到警察临检，这个驾驶刷绕跑，驶互警察了，落尾去弄到电火条才停车。车顶有2个人是拢受伤，这个驾驶快胎嘛有毒品的反应。因为电火条弄断去，嘛造成附近有300外户熄灯，台灯另外是透明在抢修。乌色的轿车驶进前速度真紧，警察车入伫后壁。林环分局25下半暝接到报案，讲这个乌车驶伫路里偏来偏去，真危险。警察去查车，当着对方拒检，乌车对大寮的公民路甲新厝路者开始走互警察局，一直驶到公民路3段，家己去弄路边的高压电条才动落来。不过规台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警方证实，涉弹的驾驶是吸毒赛车。车内发现依托米脂电子烟油，另对驾驶进行酒精反应测试。毒品唾液、快筛等检测，初筛为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为0。他没有在打驾驶，他把他拖下来。车顶的一男一女受伤送病院，涂甲车壳零件、喙石啊喷甲规世界，规条车路暗蒙蒙。嫌犯食毒赛车，甲高压电条弄一个亲像熬甘蔗安尼，规支电火条啊挂电筒拢都伫咧路边，造成大寮王公园甲溪寮路附近有300外户熄电。3更半暝熊熊熄电，附近住户拢走出来看，台电也赶紧派人透明抢修。有听到声无？暗头啊，这啊，无听到声。那个乡讲奇怪啊，无电啊。事故原因系翁源7765电杆遭车辆撞断，
目前受影响用户有55户，已加派人力进行抢救中。大寮失电的300多户到中昼进前，也阁有55户也未复电。台电表示，因为电条损断严重，电筒、电条拢爱停菜，电线嘛爱停救，已经甲派人员来抢修，按算下晡5点进前要全面复电。记者郭家祖、焦阳、高阳长报道。来看国家人权委员会宣布讲，要针对乐生疗养院华工社区等7个公有地逼迁案来进行调查。除了公开征求至少40个受到影响的住民甲家属来接受深度的访问，针对乐生案嘛拍算要来约谈迄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台北市长马英九。一个公有土地过去互政府温存期面直接大，也是私人买卖。不过后来为着公共工程，也是土地开发等等，政府要收回却引起逼迁的情形，定有听到。像乐生疗养院、新店刘公圳拢发生过居住权抗争行动。国家人权委员会为着要了解行政机关在处理公有财产占用案件的时，是毋是利用拍官司来回避公共义务，造成侵害居住权的问题，准备要针对英国7个逼迁案例展开轰炸。这里面有台北华光社区，有卧龙街案，有板桥大观社区、蟾蜍山聚落、新店柳公郡案、三峡龙埔里刘家以及乐生疗养院。国家的角色不应仅止于法庭上的胜诉者，更应是人民基本权利的坚定守护者。人权会和核数单位合作，希望公开就这7个案例40位当事人也是家属，也有捌参与抗争行动的民间团体来访谈，了解因当时遇到什么状况，做历史保存及未来政策规划和修法的参考。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应该要确保多元的观点可以纳入我们的调查报告。所以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之外呢，我们也会在征询专家学者、媒体还有政府机关的意见。我们尝试从多元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人权会表示，这个专案拍算自2月开始，一直到年底，会完成访谈、开公听会，也有地方说明会，嘛进一步出版。希望这个访谈成果，通正做未来促进居住权和基本人权的保障。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农业部甲环境部推动农产品碳卡掠公开的政策，盘查农产品的排碳量，嘛要来辅导农民尽责，提供消费者愈侪选择。第年底进前，爱算的有89项的产品会当来取得碳卡掠的标签。桌顶遮的香菇、米、和肉酥等等，遮的食品包装顶面拢有碳卡掠的标志。这是农业部甲环境部斗阵推动的成果。环境部也对1月初5开始，将碳卡掠的商品放入去绿色采购的品项内底，鼓励政府和企业优先买有标示碳卡掠的商品，加强将碳卡掠商品的观念撒出去。我们在政府采购跟企业采购上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采购跟企业采购的这个市场的动能哈，当市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它的碳足迹产品自然就会增加。碳足迹产品增加的话，生产端的部分就会去思考说我如何去增加这个低碳产品的生产，还有去多争取碳足迹标章的认证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农业部讲，即马对量较济、规模较大的农产品先落去落实减碳。互消费者会当养成绿色消费的习惯。未来第2阶段会针对地方有特色的农产品落去实施。第2个阶段就是在地方的特色的农产品。那因为地方特色农产品可能是很多消费者去旅游的时候，到当地的时候可以买得到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说，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我们跟通路的一个合作。因为只有把这些碳足迹的这些产品透过通路，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得到，然后才有机会去买得到、吃得到。农业部甲环境部也表示，透过原料制作、配送到消费，拢加入减碳的行动，也简化规则，加入数位工具等等，来完成永续生活的转型。希望各界会当做伙来落实减碳生产，和建立绿色消费的观念。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农业部今年开始规定讲，厝林内饲的猫仔必须拢爱登记，若无会以动保法来处罚，上最会罚15000块。桃园市的动保处是表示讲，因为阁有动物非法探种、甲买卖问题，地方的动保人员骹手佮预算拢无够，所以伫宠物登记的制度执行上，恐惊会面对真大的挑战。
鸟仔伫玻璃橱内面耍甲休困，这是桃园市客鸟市区认领养中心，内面每只鸟仔拢有安晶片，做过健康检查，等待有缘的人来认养。农业部今年将家鸟纳入强制宠物登记对象，若无登记会依照动物保护法罚新台币39万5的罚金。登记之后，如果宠物死亡，它的除户的一个落实程度哈。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非法繁殖的部分哈。桃园市动保处表示，虽然农业部公告桃园家鸟登记率达到99.27%，不过甲实际有真差。有狗有猫。非法探种甲贩卖客鸟的问题是源头管理上上大的空棚，加上受财政划分的影响，地方政府人力甲经费登记无够，客鸟饲养的数量快速成长。相关的管理甲配套政策的推动是愈来愈困难。让每一个人去购买，或者是他要养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只猫一定多少晶片。所以当他去买非法的，他没有晶片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来源就是不 OK 的。积极推动送养活动，针对家鸟纳入强制宠物登记对象的政策，动保团体拢表示赞成，认为每一只动物拢应该有身份证，走无去才知影主人是谁。若非法探种的部分，除了强化非法探种佮贩卖查核以外，嘛强调鸟仔无晶片，表示源头有问题，鼓励民众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成绩今仔公布了，有高中的老师是认为数学 A 是最近这几档上困难的。统计满积分只有1112个人，比去年减少114个人哦。另外，今年英文科的满积分有3200多人上济，也毋过国文、英文跟数学比满积分的人数，算是最近5档来上少的一档。早起6点外，已经有考生收到学测成绩通知的简讯。知影家己国考考了几级分？大考中心统计，今年国文5标13、12、19、7，社会5标13、12、18、7，自然5标是13、12、9、7、5，甲去年完全同款。英文5标是13、11、8、5、3。除了后标比去年小可悬1级分，其他4标拢甲去年同款。数美5标11、9、5、3、2，拢比去年减1级分。数 A 5标是12、10、8、5、4。毋过顶前后底4个标拢比去年增加1级分，均标阁加悬2级分。整体讲起来，其实近3个年度5标还算是稳定。大考中心指出，数学干那20题，错一题就影响真济。今年数美前1%考生同款优秀，不过中高段的人数较少。这3题是数 B 独有的，基本上我会认为这是有利于数 B 的考生，但考题考出来，他们的表现不佳。那是和高中老师认为是这几档上困难的数 A， 今年前1%考生平均分数较低，表示困难度提高，嘛有较简单的题目，所以中段分数的考生较侪。数 A 它的分布今年相对于过去2年来讲，反而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虽然有一点难，但它具有良好的整体的鉴别度，它是把学生拉开了。今年国考15满级分的人数，甲比例英文上济3261人，自然15级分占上悬有2.99%，数 A 敢若1112人摕到15级分，是6科内面满级分人数上少，比例上低。大考中心表示，若对成绩有疑虑，2月开始到3月初4会当到中心的网站申请复查，考生将要开始为申请入学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2月早起10点发表国情咨文的演说，外界是认为嘛是为着今年11月的期中选举提前来布局。川普演讲是强调讲，伫过去一档打击非法移民甲经济的成就，嘛强调讲，就算美国的大法官裁定讲征收关税违法，也毋过伊的关税政策嘛是阁会继续。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2月早起10点过后，伫国会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说。Our nation is back, bigger, better,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川普先甲过去一档的移民政策也个经济成绩提出来讲。After 4 years in which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llegal aliens poured across our borders, totally unvetted and unchecked,
We now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secure border in American history by far. The flow of deadly fentanyl across our border is down by a record 56% in 1 year. 川普演说无偌久，去年同款伫国情咨文抗议才互赶走的德州民主党众议员挂林，今年佫一届因为举标语抗议川普讲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是冤家，佫去互请出场。若川普伫咧演说当中表扬拄则伫咧冬季奥运摕到冰球金牌的美国男子代表队，同款得到金牌的美国女子代表队是拒绝即届出席邀请。若川普话佫转回来，讲到关税政策的时阵，伊批评大法官的判决，互伊是真失望。毋过这颠倒互伊有更较大的考子啊，讲关税会继续落去。 And as time goes by, I believe the tariffs paid for by foreign countries will, like in the past, substantially replace the modern-day system of income tax, taking a great financial burden off the people that I love. 另外，川普嘛讲降低健保费，互制度更较透明。伊嘛指控明年苏达加州抑个麻州甲免饮酒时的民主党主政的州有严重贪污的问题，指派副总统范斯落去调查，刷去互民主党女议员欧曼尼当场回呛川普咧讲白贼。川普伫咧演说进前，路透社公布上新的民调，差不多61%的受访者认为79岁的川普年岁愈大愈定反起反倒，其中30%的受访者是共和党的人，民主党甲中间选民占89%甲64%，整个支持度的这方面，川普的施政满意度是40%，比2月初增加200分点，不过是比伊伫2025年打上任的47%更较低。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往来云林北港甲嘉义新港的复兴铁桥，中央是补助1亿8千万要翻修做景观步道，目前是阁还未开放。也毋过，伫过年时，北港迄边的门锁受到破坏，有一寡游客来行搭。工程按算8月份会完工，县政府嘛呼吁民众这段时间都毋通出入。门顶悬甲锁头禁止游客入去。自云林北港到嘉义新港的复兴铁桥，这步道当咧整修，毋过新正时啊，伫咧北港这边的门锁煞去互人破坏，袂少游客拢撞入去。现在这个是锁起来的，而且我刚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灯光照明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到这边可应该还会再建设过去啊。对。那前几天有看人家报道说这边有好像连接了，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专程，其实我们今天就专程要来这边看这个的。议员表示，这应该是咧再腾的铁基路，中央补助1亿8千万整修做景观步道，最近煞互人撬歹门锁，甚至有人骑车入去。嘉义县文管局表示，后续各有工程爱施工，呼吁民众唔好搁撞入去。当然，如果有去破坏相关的一个工地上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当然他们也会做相关的一个强制性的来做警告这样。告示牌告诉大家就是什么时间开放，那在那之前就是大家不能进入，或者是在那之后大家再进入，这样明确提示大家，我们才不会走错。议员讲，礼拜3天年假就要到啊，若这个大桥两边拢有锁起来，乡亲莫搁入去才袂违法。嘛有请相关单位爱彩牌啊提醒，估计整个步道伫咧8月会完工才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大溪玉田川有民众发现讲，农田边的水沟啊，拢变做是蓝色的。环保局去现场勘查的时阵，已经是正常咯，怀疑讲有可能是油漆，会搁继续来追查。若查到违法的污染，上济会当罚300万。宜兰大溪一大圳沟，这几天引起附近居民的关注，因为规条圳沟熊熊变做蓝色，风真惊吓。即马当咧布田，民众真烦恼，若是找无污染源，会影响农产甲环境。会烦恼啥？哇，该污染啊！应该是算工业废水吧？嘿，看起来开会惊吓了对吧？宜
宜兰观光保局接到通知，随赶去现场，不过那些准高已经无去，初步怀疑是油菜污染致使准高变色。因为暗时无好轰炸，25个搁再去现场，一家一户轰炸，被对处污染源。宜兰大溪地区目前也未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统，污水直接排入沟啊，准高或者是溪河。官府已经开始规划要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仍然会持续到周边一带去做厘清，是否有可能有人有在做室内装修或是其他有可能产生水色异常的施工作业。环保局呼吁民众若发现水污染事件，会当随通报，较会付处理。若是有查到水污染的事实，会当用水污染防治法开罚3万到300万。民众排污水应该爱先处理过，符合放流水标准后才会当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北灯节是伫西门町、和花博灯区来举办哦，嘛宣布讲今年要禁薰，2月25到3月15伫圣诞期间，灯区和附近哦拢禁止食薰，违规上济罚款1万块。民众欢喜翕相打卡，西门红楼前的北边茉莉屋顶四季各地玲珑美主题的乐园吸引大家的眼光。今年台北灯节头一摆伫西门町圆山花圃灯区全面禁薰。就是好事啊，空气也好啊，当然是禁烟当然是好了，是比较安心，应该的哈，就是全民还是有区域性的比较好，可以收烟的地方就好了。也毋过电节期间人真济，加上西门商圈店头密集度悬，khu場範圍大，政府煩惱全面禁薰執行恐驚也是會有困難，也毋過會配合加強宣導。觀光客啦，或者行人比較 OK 啦，這沒問題啊。現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員工啦，因為他抽煙不能離他店面太遠了，你只要去吸煙區，那店沒有人顧也是一個問題。觀塘局提醒有部分需求的民眾，請到指定部分區使用，以免違規受罰。定節期間，市府會組成跨局處稽查小組，每年進行巡查及宣導，針對違規部分行為，依法勸導及處理。我們在西門展區設置3處吸煙區，在花博呢，則是有2處。那違者呢，會處以2000到1萬元的罰鍰。2026台北燈節全面禁煙。燈節展區及周邊都禁止吸煙，有吸煙需求的民眾請到指定吸煙區吸煙，以免違規受罰。另外，無分年歲大計生後，經濟衛生局統計，比去年出地件數14件，開罰28000塊，今年減少為13件，勸導人數862人，開罰金額愛等民眾電視意見了後才會當確定。記者綜合報道。去年6月，台中的中區有民眾拆厝整地時哦，發現親像有廟事古蹟，就先暫停來進行調查。也毋過文資審議是認定講，這無文資的價值。文書團體嘛批評講，調查無夠真足，要求市政府向中央來爭取經費，擱再來調查審議。外口鐵門會條咧，透過門旁遊園園看到內底模樣。台中市中區巷內底鐵片厝，去年6月拆時陣，意外發現一棟好像是一地時期的建築。經過文書團體比對推測是122年歷史的復國山台中市。不過經過台中市文資審議認定，建築這賣構造甲材料價值偏低，未指定做古蹟無登錄做歷史紀念建築。原本來要拆掉了，做停車場。對啊。那最近他們有什麼動作？最近目前還沒。台中市文資處表示，這是一地時期建築遺構，是私人產權發現時陣暫定是古蹟。經過文資委員會評估認為，主體已經無存在，周邊環境紋理也改變真濟，會將出土的台雅杭州會象之筆刷甲代理分銷廠來保存。它的藝術跟技術與建築史的價值較低，而且整體的損壞狀況蠻嚴重的，許多重要的構件已經遺失。綜合考量後，才決定不指定國籍，也不登錄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文資團體認為，古蹟認定不應該加做古董鑑定，這在文化界甲網絡引起討論。市府認定，上過凊彩應該公布簡單的調研記錄。社群上已經大家各提供了非常多的線索。那我只是想說，如果簡易調研只是把大家提供的線索把它拼湊起來，就變成簡易調研，然後就說它沒價值，我覺得這也未免太草率了吧。價值論定不應該只是看建築物本身，其實建築物它所代表的文化或是歷史脈絡，它其實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這樣子。
中诚再生文化协会呼吁市府应该延长审议期，佮向中央争取调查经费，用紧心周全的完成调查，或是考虑换所在的受害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10月7号天公生哦，屏东市玉峰宫有上万的信众去拜拜祈福，天公庙嘛准备3万份的寿面，要予信众来食平安。透早6点外，都民众在排队。民众排队领寿面，一个人会当领2份，食好健康平安。旧历10月7号天公生，屏东市的玉峰宫请庙方的志工人员准备了3万份的寿面，要予信众食。桌仔顶全部是寿面，志工搁咧无用底，真侪民众对透早6点外就来排列，铁骑路下骹满满拢是排队的民众。用朝早几点来？阮差不多6、7点就来啊。是哦，阮排足久啊呢？哎呀，排2、3点钟啊。凌晨就开始。凌晨几点？12点。庙方表示，志工对昨暝就开始传料雷煮，一直无用到7点外左右，安尼才会付提供予民众食。而且昨暝主持一过，就足侪民众来参拜。当年天公生拢有上万的信徒会来庙林烧香求平安，尤其今年是建宫50周年，一定爱予信徒食好健康平安。豆皮、豆料、食材这边有1220公斤。那我们包起来的话，预估就会有3万份，预计发放给我们在屏东我们的市民随时都可以来予提供做请，咱食一个平安，提供做大家身体健康。天公生一直是信徒抢咧拜的大日，庙方讲昨暝11点外，因为拜拜的人较侪，有发落的状况，代表今年有好彩头，而且今仔日是新寿7日的尾工，对下晡2点开始，要使民众爱把握时间。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年的台湾国际兰花展1礼拜5会伫台南后壁区正式起鼓。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强调讲，面对国际关系的变动，办公会当透过兰花展来开发愈侪市场。江南无因此次咧布展准备，因为2026台湾国际兰展27要登场。今年以台湾盛开做主题，向伫咱台湾花卉的困境当中继续咧突破。今年也特地把整个科技、文化、艺术的这方面呢，借由不同的元素来做呈现，让整个兰展的一个氛围呢，能够更加的扩张。展览规划4大展区，兼加入 AI 智慧科技，浸水是影上佳。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兰展唔单是消费盛会，更加是带动产销平衡。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平台，因希望透过展览提升咱本土兰花的能见度。有非常非常棒的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这个 AI 创作，但是主题还是人文，主题还是这个兰花，所以呢，可以让很多好朋友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兰花的软实力。全球每6丛兰花就1丛来自台南，销去美国、日本、加拿大等60外国家，展现台湾兰花的国际竞争力。不过，这阵当面对外部市场的波动和关税冲击，今年兰展嘛正做产业的重要平台。绝对配合政府的政策，其实政府的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跟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也提出了很多相关辅导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在市场的其他市场的开阔。我想这都是同步在进行，所以也就相对显得这个兰展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产销平台。市府指出，去年风灾造成展馆严重受损，到过年前才完成修复甲验收，筹备期是历史来上短。不过，在和中央产业的合作之下，也是在期限内完成高品质的布展。这回兰花展览卖展到3月16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疾管署表示讲，目前肠仔病毒跟诺如病毒拢在流行所以民众都爱特别注意食物件的卫生。另外嘛，提醒民众鼻型流感嘛有压起来的趋势，所以呼吁民众若还未注意防下，就爱赶紧去做。这礼拜开工开学，疾管署提醒，肠仔病毒甲诺如病毒正在流行，尤其诺如病毒，即马伫国际上的疫情，今年是最近5年来上严重的。目前全国最近4个礼拜接到122件歹巴倒的群聚通报，内底诺如病毒占8成，尤其是这段期间开工开学含经济活动，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会较接。
所以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大概就是透过饮食跟人际接触哈。那饮食的部分，除了是可能透过料理的过程中，由这个餐饮料理的人把这个身上带有的病毒传入到食物当中之外，也可能透过鱼贝类，特别像是生蚝这样方式没有煮熟的鱼贝类而传播。另外，疾管署也讲，过年期间流感无压起来，不过有观察到 B 型流感的疫情有升悬的趋势。若有出现发烧甲规身躯无力的症状，爱紧去予医生看。不过在 B 型流感它的这个特征比较常会感染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之外呢，它跟 A 型流感比较，它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小腿剧烈的酸痛，那有可能有导致这个急性肌炎也就是肌肉发炎的情形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甚至可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的状况。疾管署呼吁民众爱较常用湿文洗手，才会当避免感染。若高风险族群、老大人含厝内底有红婴仔的民众，也未做流感含新冠预防车的，爱紧去做。流感预防车目前也有8万外档，新冠预防车嘛扩大全民注射，时间延长至4月底。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高中必修本土语已经要4档了。有调查是显示讲，高中生对台语课、对老师的专业满意度拢无介悬。所以，带观众朋友是坐到台南的师资培训的现场，咱做回来了解。台下顶的台语老师咧示范笼统的美感，台下坐是有心投入台语教学的老师。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休寒期间办的台语师资培训，协助在野的老师考过台语认证。各高中本土语正做必修课程要4档啊。民间团体针对108课纲本土语课程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敢若32.8%，那学生对师资专业性的满意度50.5%，两项数据拢无真悬。国字都看得懂，但是拼成台语很困难，听不太懂那个拼音。看了安怎？哦，做稿诶。美国中休寒期间嘛培养囡仔台语竞赛，不过有老师发现讲，学生感觉唔是考就凊彩学，家长嘛无重视，所以台语这科就无放注重。嘛有校长认为囡仔要学的物件伤济，所以放伫台语的时间就较少。要发展双语的政策，也要发展台语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排挤着囡仔的学习的时间。想要办一个台语的这个福利社，台语的这个园游会，各种的这个活动，互囡仔会用伫咧生活当中学台语，嘛袂感觉讲学台语是一项足讨厌的代志。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统计，65岁以上有65%咧讲台语，6岁至14岁囡仔剩7.4%，囡仔的台语能力愈来愈歹。就师培中心的老师认为，现时时的教材程度有较悬，无法度符合即摆囡仔的台语能力。咱真个课纲是伫107年去定的。咱是用迄阵囡仔伊的台语能力，你甲经过10档了，咱嘛是搁用同款的标准、同款的理想去做，甚至伊会根据伊家己的理想，搁加较济的练习，这对囡仔来讲变成一种负担。经过教检甚至实习，伊可能就对一寡学校的运作，或者是讲一寡对囡仔伊的发展啊、伊的认知啦，可能就有更较好的这个美感。导师建议，上介重要就是有专业的台语师资，教育单位的演习嘛，爱互台语老师拢知影，因才会当去上课。社会无真侪人咧讲台语，所以希望社会爱提倡讲台语，互囡仔认为讲台语是真歹的代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2023年，新北市政府甲小宝歌登录做全台头一件海绵组考试的传统，有学者嘛甲小宝歌写做乐谱，望讲这个珍贵的传统艺术会当好好保留落来。石碇仔小宝歌，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伫新北市石碇区举办的口述传统小宝歌传习班成果发表会。有缘请使甲阮团，咱有机会时会使训练，从有心的人就去采集，互咱遮即寡迄个民间啦，不管是歌谣啦、故事啦、迷彩啦、言语啦等等，拢会使甲伊记录落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的文化形式啊。所以呢，小波瓜呢，我才会把它叫做这个台湾音乐的 DNA， 因为以保留加从源头一个艺术形式的发展的一个样态。小波歌在民国112年正式登录成为全台首件汉民族口述传统，并指定陈好夫甲高罗子2位老师成为保存者。为着让小波歌继续行落去，嘉芬老师嘛甲台湾音乐馆合作，透过现场采录、听音、编谱的方式，甲小波歌甲谱化。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要再回来认识家己的物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影别人的好，我会晓讲出别人的好，会晓表现别人好，啊，我嘛是希望我有机会会当去甲别人讲台湾的好。珍贵的文化资产，互人用各种方式记录、转译、创作，拢会是台湾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嘛互传统艺术会当延续伊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